有咩計劃？都一齊嚟。如果你獨自一人，你覺得你會傷害你自己？你做咩啊？留喺呢度都係浪費資源㗎嘛。我冇錯，我冇錯，我冇啊！係咪要將啲血抹落嚟到你先明啊？點解企咁驚？我望到啲嘢，我聽到啲嘢。我是誰？我從哪兒開始？我在哪兒停止？我如何開始？我的確想繼續下去。我如何停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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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記疼痛，我如何停止？刺着我的肺葉，我如何停止？一記死亡，我如何停止？抽出我的心臟，我如何停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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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重擔壓碎了我，那後間的虛線各這意，亦讓這殺了我，這會殺了我，讓我下地獄。你隻手做咩啊？我割㗎。你太任性啦，仲得到人哋嘅注意，咁樣可以令你解脫咩？唔得。咁樣可以令你解脫咩？唔得。我哋不如一齊去死啊！一齊跳海啊！一齊離開呢度啊！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咁樣啊？我唔明白點解你要自殘，可以減輕壓力。可以俾我睇下？唔可以。我要睇下係咪發炎？